为了应控国立台南大学附属高中北边的正强安居社会主体，占地大约9000多平方公尺，土地属于国有财产署，由着国土署国土中心来兴建，预计兴建2栋地上14楼、地下2楼的建筑物。上午由着国家主导中心的执行长黄锦茂、台南市长黄伟哲以及多位民意代表、贵宾共同举行动土典礼。宣布，大家平安迎接美国。第签头，祝福动土顺利，电机就流。3签头，祝福工程圆满，缘和吉祥，气氛汹涌，再度掌声喝彩，祝贺。我们在台南市已经绝标12处，那今天是开工第8处。那永康是第3个，第三处啊。刚刚我们建然组长有特别讲啊，我们蔡英文总统的8年20万户，这里面包括12万户的直接新建，像这个直接新建啊，还有8万的包租贷款。那直接新建我们已经达到10万多，啊，接近就是说距离12万户差一点点，这差大概不到2万啊。好，所以我们的拼的说年底要达到12万。那包租贷款目标是8万，现在已经7万8，很近了啊，很近了啊，几乎差的不到2万啊，所以加起来是17万8，距离20万几乎是可以完成啊，所以我们会极力哈，就是由中央跟地方大家来拼啊。这么大的量体，事实上在永康的一个市中心区，也是在现在的这个蛋黄区，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对于疏解永康的住宅的这个拥塞或者是租金价格高涨的情形是有很大的注意，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小英总统这个任内的前瞻在新建的社会住宅之一，但是对于地方的帮助非常大。那这个基地呢，基本上本来是国产署的土地，那由这个内政部国土署的国都中心来兴建，那市政府来提供必要的配合跟协助，那能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住宅，我觉得是相当好的。那工期预计要将近3年多，所以说我们当然希望说，以台南市现在的这个住宅条件来讲，我们希望能够早日完工，那能够提供我们住屋市场。国家主导中心伫台南积极推动社会主体，目前有12处工程决标，总共6373户，其中4756户已经进入兴建的阶段。而正强安居是永康兴建的第3案，位伫永康的蛋黄区。未来正强安居将结合托婴中心、里民活动中心、甲社会福利中心等公共设施。预计民国116年12月完工。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